準紅霞將會喺星期日近距離掠過香港，同大家分析下佢嘅最新發展、佢路徑嘅變數以及3號甚至8號風球嘅機會。喺過去幾個鐘頭，佢嘅渦度開始逐漸增加，中心附近亦都持續有強對流爆發，但係就未發展出明顯嘅低層環流中心。預料佢受惠於較高嘅海水溫度、中等至低嘅垂直風切以及較好嘅低層複合，佢將會整合雲團，並喺短期內增強為熱帶低氣壓，喺進入南海之前持續緩慢增強。現時傳統電腦模式同埋 AI 模式都一致預測，佢會喺橫過呂宋海峽之後明顯增強至颱風級別。如果到時南海環境維持良好，唔排除佢會爆發增強至強颱風下限級別。而喺路徑方面，多種模式就一致同意風暴會先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動，橫過呂宋海峽，但係其後嘅登陸位置仍然存在極大分歧。美國模式就預測風暴會喺香港南面100公里掠過，歐洲模式就更加預料佢會喺香港東面近距離掠過，或者直接登陸香港。而早前預測風暴南掠嘅 AI 模型就有東移嘅跡象，改為支持風暴喺香港100幾至200公里東登。我哋最新評估，天文台發出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係中等至高。按照現時預測，風暴會達到颱風級別強度。如果佢最終採取偏西路徑，吹強風嘅機會頗高。而即使佢喺香港嘅東面200-300公里掠過，佢嘅強風圈仍然會非常接近或者覆蓋到香港，令天文台需要發出3號信號。而喺8號信號方面，如果佢最終喺香港200公里東登，香港就會長期吹偏北風，受到地形屏蔽同埋可航半圓影響，香港風力就會較難達到烈風。但係如果最終副熱帶高壓脊嘅西伸速度較快，令到風暴路徑偏南，市區就有較高機會吹到烈風啦。今次呢個風暴嘅整合速度同埋佢嘅路徑起跑點仍然係未確定，而家唔應該對會唔會掛8號風球妄下定論。無論如何，隨住風暴喺星期六進入南海，香港週末嘅天氣會逐漸轉差，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。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，各區風力同埋雨勢都會明顯增強，離岸同埋高地嘅風力會達到6至7級。大家到時要密切留意天氣狀況啦。隨住預報日程縮短，風暴路徑同埋風球機率會逐漸變得明朗。我哋會適時發布影片，公佈最新嘅風暴消息同埋更新8號風球嘅機率。再會。